今年7月初3，全世界平均温度达到17.3度，是有史以来上介热的。世界各地温度是一直咧破纪录，连即阵是寒人的阿根廷都称到30度。这温度高，就引起真侪火烧山的意外。这毋但是山林甲人家厝会烧了了，甚至嘛夺走真侪珍贵的性命。国内外科学家都认为讲，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地球暖化。 佮加上今年的适应现象，这气候反常的状况才会愈来愈恐怖。公视台记台特别制作《地球小滚时代》专题报道，带大家来看这高温对环境、农业、渔业、病虫害、健康等各方面的影响。毋望为咱这粒当咧发烧的地球找到退烧的办法。 港口秋龙购物民大党拍相，挂送员在大日头之下为民众挂送。烧热的热天，因是第一线受影响的族群之一。热对挂送员的影响是真明显。若拄到挂送员受热的情形，毋是找一间便利商店小休困一下，就是爱放弃规工的订单。他可能热衰竭或者是体力不支，那甚至过世的情况下都有这样发生。 今年7月初3，全球平均的气温有17.3度，是1979年以来上热的一天。学者讲，这是人类排放温室气体，搁再加上大自然的适应现象致死的结果。一般咱伫迄个太平洋吼，较热带所在吼，温度上悬的本来是即个伫西太平洋。 吼啊，有当时啊咧，即个较悬的这温度吼，会向迄个东太平洋迄边吼去刷去迄边个对安尼。啊，即款这情形出现的时候，都变做适应现象啦。西太平洋海温吼，敢是航路共款啦。啊，这航路吼，制造这些波动吼，去影响着全球的气候甲天气嘛。啊，你若这航路为西边刷去较往中的时候，啊，规个全世界天气较气候都无共款。 学者分析，全球的气温升悬，台湾除了气温提悬，热的时间也会变长，而且高温的空气较湿，风态强度都会增加。寒天、春天之间，无雨酷热的时间也会变长。We came up with a probability for one of this year between 2023 and 2027 to exceed the 1.5 degree caused by El Niño and the anthropogenic warming。过去差不多30年吼，增加的速度吼，佫继续紧啦。啊，但这几年看来佫较紧啦。暖化加速，加上亲像台北盆地大量使用能源，搞产生热气。建筑这热气就吸伫咧建筑物顶悬，那热地较少，降温的效果就歹，就造成热岛效应，地势都市的温度较悬。 伫较早开发、较无都市计划的网架台东地区是更加明显，但是互人意外的是，热地无少的霞，今年7月份竟然捌达到38.6度。风经过基隆河进来，然后进到台北盆地内部，往北转，往北淡水河出海口出去的时候，其实是把热气都带到这些地方。最严重的，其实我觉得新北问题很大，还有在士林、社子。 这边天母这边其实温度都很高。就按如推论，写一寡风北地区若要降温，就要先解决市区的高温。自然风廊的风道去指认出来，冷空气生成的地区立法去保证。 除了城市规划，世界各国也当咧拼2050年净零排放，控制全球一直升悬的气温。过去希望全球升温的幅度通控制伫1.5度以内，可方向认为现在是已经真好达成这个目标。若通控制伫2度以内，可能较实际。记者阮由随庄准由综合报道。